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客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圈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三档甲咱这的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醒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客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圈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三档甲咱这的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醒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客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圈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三档甲咱这的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醒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
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到场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响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到场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响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到场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响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
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蹄，互你丰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Hello， 大家午安哦。我先调一下 BGM 哈。OK， 来到了我们这个礼拜轻轻松松的歌会了。耶，午安午安，总算今天可以稍微来轻松唱唱歌。大家午安哦。我看到雅晨又看到那个本土情话本体。土味情话本体，欢迎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午安午安。首先是他娃娃伊拉塞，哇，持续是我们频道的专情冠军，我们的紫色冠军。然后接下来是默默跟台、黑夜、怀特比格、雅晨、Norpi， 然后陈胜这位应该是新朋友吗？财鼠伊拉塞，我擦个护唇膏哦。以及我们昨天土味情话的黑马 YF 先生哦，哇，拳到土，拳到肉，昨天真的好好玩哦！我还在编辑我的奖状，请稍微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好好的把我的台湾元素、长辈元素都好好的放进去哈。人人有奖，别急，等我全部发放给大家哈。然后晴天伊拉塞，薄荷伊拉塞，薄荷也是黑马之一哦，想都没想到。然后他哇，昨天。我们的本土情话之王，他哇，我没对多过在吗？接下来是微忍，谢谢你今天也过来。鬼之游魂，精明干练，猪猪又被兔兔带走了。对，我就是那个最善良，然后常常被欺负的那个，是兔兔欺负我，没有错。哲野伊拉塞，公孙呱呱伊拉塞，然后夜鸟伊拉塞，追生者伊拉塞啊，我看一下，一贤陈毅。宇宙大循环被伟成，然后差点以为真的没声音，有声音哦，有声音。然后午安晨晨，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我的喉咙感觉今天状况算是真的真正回归了吧？应该是算是真的回归了啦，我的喉咙。对，来，总算可以轻轻松松唱个歌。陪伴大家度过这个下午，然后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个礼拜基本上，通常我都是礼拜1到礼拜5开台啦，哈，但这个礼拜也是开满了4天，然后我们还有第5天不是在明天哦，我们这个礼拜的第5天会是在礼拜日的7月20号，可是那一天其实，跟主办单位稍微聊了一下。那天其实可能是以现场活动为主哦，所以猪猪这边不见得会开台，所以可能周表的部分是打在那边。但是如果我看了一下状况，如果说我会忙不过来，不适合开台的话，我那天可能就是以现场互动为主。对，因为那天其实主办是说是可以开台的，那我原本是想说好，那我就先把时间写在那边。对啊，但是主办他们安排了还蛮多有意思的活动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心，可能忙不过来，这2天才跟我们做一个最后的 round down。可是我看了一下那个算是节目流程，好有趣，而且他还帮我们请了就是可爱的主持人，所以我跟多多前辈在现场会基本上会有跟
观众互动的一个算是还蛮多游戏可以一起同乐的，然后主持人会引导大家跟我们一起跟观众一起玩，所以虽然说报名的期限已经截止了，可是也是欢迎大家现场就直接过去同乐哦，好不好？嘿，欢迎大家，就是即使来不及报名了，或者是说现在你才知道这个活动，没关系，就去就对了。好，反正就去，一样就是有得玩，有得互动这样子。龙飞伊拉塞，然后气质主播最棒吗？谢谢，我也觉得我每天都很气质。我们终于来到，对，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就是清水系留言了。米奈很爱吃这种语音意面哦，意面是好吃哦。然后水灵宝贝伊拉塞，我跟你们说，我有很多的影片，总算全部都交托给水灵宝贝了。昨天我趁着我家网速还不错的时候，快点就是一口气888传给水灵宝贝，就是水灵宝贝那边有得捡了齁，交给你了，水灵宝贝齁，夜夜伊拉塞。然后老公说你这个唱歌很好听，我欢迎伊姆拉嫂。春梨小姐你好你好，哇，居然是伊姆拉嫂，伊姆拉嫂你好，欢迎你。今天没有意外的话，是伊姆拉先生的诞辰，对，那相信就是夫妻俩应该是很甜蜜的，已经预约了烛光晚餐，或者是今天晚上你们就哪都不去，可能就是在家缠绵度过一个美丽的生日诞辰之宴。对，我们迎来了春梨小姐，非常的荣幸。春梨小姐，你知道本频道御用美编刘先生他的口头禅就是我很爱我老婆的。本频道每一个人夫他们的口头禅就是这句话，别想勾引我，我很爱我老婆的。好不好，春梨？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公，好不好？大家都说你的老公是他们的彩虹，至于是什么样的彩虹，不是奇怪的彩虹，你不用担心春梨小姐，好不好？错过什么消息了吗？没事，没有错过任何消息。YF 先生，总之呢，谢谢昨天参加土味情话与会的选手们，都可以获得猪猪特制的土味情话，台湾价值，然后还有长辈，彩虹，星系名体，元素满满，特制奖状，我现在正在努力加工中，谢谢大家。好，谢谢水灵宝贝，精明干练的主播叶叶，请好好打字。然后，他要港片看太多。好 ，OK。对，我真的觉得，就连这个回话也是春梨的人设，真是太厉害了，你知道吗？好，总之呢，今天我们刘先生应该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想要快点把他的工作完成，跟春梨一起共度今天美好的一个诞辰之日哈。好，总之先预祝我们牛妈生日快乐。今天应该是春梨带她上线，春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跟我们稍微聊个天？是不是可能休息到1点半，可能又得去忙了呢？好，总之大家工作加油，也谢谢春梨小姐的莅临。最爱老婆朱蒂卡吗？谢谢雅晨，你就是一个土味情话本体，好不好？你昨天就是可惜，不应该说承让了。对，你只要一参赛，基本上大概跟牛妈一样碾压，好碾压群雄，好不好？也谢谢雅晨的专辑，用过都说什么啊？不合啊，这个就是在春梨小姐不在的时候再说就好了嘛。是那个用过都说这个我不好说，还好不是我讲的。这个蛋奶帮帮主你好，午安哦。然后爸爸熊以拉上，精明干练爸爸熊。然后迪卡在7月20号在不是台园，对不起，桃园国际动漫大展，我们有这个星光奇旅 VTuber 勇者派对。对，当天主办单位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为我们规划这次的活动，所以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6点半的这段时间，欢迎大家都可以过去同乐哦。嘿，我看了一下，就是好有心的节目单哦，就是因为通常像这种。我以为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连线活动，可能跟大家就是可能相爱相杀，疯来疯去，对。但是没想到他们是安排了一系列的跟主持人配合的一些活动，然后还好好的就是把可能这一次我们参与的，例如洛洛前辈跟猪猪的一些内容啊，还有一些影片哦，他们也有就是精挑细选放上去，想要好好的把我们介绍出去。对，虽然说感觉他们真的是很忙，然后 run down 的时间真的也是前2天才给我们最后的 run down 的一些排程，可是看得真的很感动，就觉得哇，他们
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帮我们做个宣传，然后也很努力的在推这次的一个算是桃园国际动漫大展的活动之外，我更感谢的是他居然大拉拉的在主舞台就把我们这次的募资的 PB 放上去，然后他们还特别说这个有请那个桃园县政府授权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希望为这个本土为非常非常浓厚的这个募资算是加油，希望我们的这个专辑真的可以成功，成功就是达标我们的算是第一阶段解锁这样子。对，谢谢他们的祝福，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然后7月20号的我刚好你在桃园附近然后刚好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也欢迎莅临就是我们下午5点的这个星光奇旅Beach of 勇者派对现场欢迎大家。那今日的一则土味情话吗？YF 先生，欢迎你随时献出你的土味情话。牛妈，我没有乱讲话，我跟春丽小姐说，你的口头禅就是我很爱我老婆的，不要勾引我，是这样子对吧？牛妈，我牛妈出现了，不用抢门票，还有空过去。对，没有错。虽然说就是好像是7月12号就截止报名了，不过那个就是算是一个官方上统计人数，而且是免费报名啦。他们可能只是想统计一下，说当场要准备几份小礼物之类的。但是如果你们现场临时才有时间过去也没有关系，一样是有机会可以做一个互动的，好不好？反正有想到就过去一下。我很爱我老公的，你们不要勾引。你放心，春丽小姐，对，OK 的，对，就是我们牛妈基本上是南投什么彭于晏，对，对，就是那个男女双杀，对，但是他很自重的，他很爱他老婆，对他没有那个就是随便，对，我不知道，我这个我就不知道，对，但是应该没有，对，这边是牛妈老婆是春丽小姐，是春丽小姐您好，对，没想到她会来一定是因为你们今天。对，要共度诞辰的良宵，他太期待了吧？我想是不是政府出手了？对啊，就是桃园县政府直接大拉拉放在那个主舞台，说好，这个迪卡在募资这个台语专辑，好，我让他放，没问题。谢谢桃园，谢谢政府这么给力的宣传。对，然后在 V 圈基本上就是我一直在推着这个可能。算是大家比较不太了解或者是比较冷门的这个算是台语或者是台语专辑甚至是台湾文化的东西，但是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做的这些应该算是我的初衷吧。对，然后也很开心今年度可以开启算是真的是很大的这个计划，也是非常大胆的尝试。对，然后更感谢目前已经参与我们募资专案的大家。对，那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对，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必须慢慢来，急不得。对，然后也请大家持续陪我们努力到最后一刻，不管是已经参与的还是目前正在努力酝酿你们钱包的大家，我们一起努力到8月28号。对，8月28号努力到最后一刻。那说他南投小林俊杰，但他对人说独一无二的吗？牛妈选一个好吗？你到底要彭于晏还林俊杰？选一个好吗？新来片欢迎来看迪卡正在点谢谢水里宝贝，刚下再刚下祝你募资成功，谢谢春丽小姐，哇，春丽小姐真的好暖牛妈我这样子会被她圈粉牛妈这样不行，天哪。好，然后谢谢你们今天来到猪猪频道，我的喉咙总算真的是一点一滴的恢复了，今天应该是可以正常的好好唱歌给大家听了啦。对，尽量不要再出现什么奇怪的痰声了。对，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喉咙真的已经恢复了？我也觉得好开心对，然后柴树，然后玉思琴是阿欧仪先生阿欧仪先生，谢谢你来到本频道。我跟你们讲，阿欧仪先生就是我之前真的是很蠢，你知道吗？我之前我可以讲吗？阿欧仪先生应该是不要紧了。对，反正是我犯蠢，不是你犯蠢。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关周边的事情想要询问那个我们阿欧仪大前辈嘛。对，因为就是其中有一个周边之前就没有做过，然后之前前阵子刚好阿欧仪他就是有一个宣传的一个 DM 出来，我就想说刚好是我想做的东西耶，我就想说好，那我想询问一下阿欧仪前辈这样子。然后我在 DC 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快点密一下阿欧仪，跟他问说这个周边大概他是找哪一个厂商，然后成本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我不小心密到了这位阿欧仪先生我真的超蠢的，你知道吗？我真的超蠢，我以为他我真的很蠢。
就说不好意思，冒昧打扰了，我想请问就是某个周边，因为就是之前看到您做的这个就是算是成品真的非常漂亮，不晓得能不能就是冒昧有询问一下厂商跟定价成本啊之类的这样。然后这位阿伟先生也很可爱，他说哦，猪猪你可能想问的那位阿伟可能不是我，但是谢谢你，就是还特别就是特别私讯，然后我看到之后，我真的有满脸涨红，我说对不起，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不是那个阿伟我真的很抱歉，对不起，我错了，超蠢的，你知道吗？对，然后反正就是很蠢啊，然后他就知道我问错人了，但是他就还安慰我说好，没关系啦，超好笑。好，南投小 JJ 好，选好了，是 JJ 好，不是彭于晏了，好 OK， 我的案就像上山的推土机后面。有 OK YF 先生，好，你昨天来参与我们土味情话大赛，真的就是舍你其谁了。好，我们期待我们还有第二届，好不好？哦，第二届搞不好就变成那个 AKA 干话鸡汤大赛这样子。哦，幸福伊拉赛，你笑得超开心。请问你笑得超开心是哪一个层面的？是觉得说哇靠哇，这个朱蒂卡真的很蠢欸，哇人如其名真的很蓬欸，真的是金萌干练欸，哇靠，真的不是说假的，是不是？牛排先生伊拉塞，等一下，不意外，不是为什么？等一下，我真的以为他是浩宇前辈，好，反正我真的还一直道歉说对不起，我找错人了，真的觉得超蠢的。子妍小姐你好了，听我老公最近来这里偷懒吗？哦，子妍小姐你好，也不算偷懒，他只是来这边说他很爱我老婆的。我们这边每位人夫都过来，就是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很爱我老婆，怎么连子妍小姐都来？欢迎子妍小姐跟春丽小姐的莅临，你们的老公都非常非常爱你们的哦，他们绝对没有在这边花心，因为他们都把我当成兄弟，没错，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好不好？他们只是来这边找兄弟聊天，对。我只是个幌子，不用担心。所以你各位人夫、各位准人夫、各位阿公、各位老公们，来我这边绝对不用担心，他们是来找兄弟开杠的，是不是？因为我在他们眼中也是个兄弟，是个男的，知道吗？没有关系，他们只是来这边宣泄一下工作压力、拉低赛，知道吗？飞雪，你老婆来了，你有机会可以说上话，超开心的吗？哦，真的吗？谢谢你不生气。对，虽然说。第一封讯息就这么蠢，认错了，美丽的误会。谢谢阿伟先生也，就是不生气的话也常常欢迎你，就是在中下午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好不好？露个面这样。坏东西伊拉塞，什么本来就不意外疯了，我当下真的觉得自己超蠢的。妹妹唱歌，no 讲了什么 ？no 你偷讲姐姐什么？他一定讲姐姐精明干练，对不对？姐姐就是如此的精明干练，对，如此的气质精明干练，是不是？人如他所说的，他所形容的，一定是这样，没错吧？好 ，OK，Kimo，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哦，怎么了吗？等一下，子妍小姐来了，然后怎么了吗？没事啊，我们这边没有讲任何奇怪的东西。我们这边任何的人夫的口头禅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爱我老婆的，所以你各位不用担心，好不好？后面字母差什么？不是，可是在 DC 我以为是同一个人嘛，爸爸熊我以为是同一个人呢、为什么不是啊？就是也谢谢你们，就是把我推广给你们家人啊，这么信任我，对，我又圈了2个就是女粉，对不对？本频道女粉跟男粉比例，女粉已经超过男粉了，真的是不是？我把这个那个数据截下来。做一个里程碑啊，是不是？毕业楼部分我就有高中时看了，网球王子有幻想是吗？哦，春丽小姐，我相信我可以跟你聊个3天3夜。最近那个看排球吗？我最喜欢看排球那一部了。不是，主播好漂亮，老公都说你唱歌很好听吗？真的假的？子妍小姐，你老公不是都常来这边欺负我的吗？不然就是臭我之类的，子妍小姐。但是呢，他臭归臭，因为我们是兄弟，都会臭来臭去，他还是最爱你的，不用担心好吗？是完全正确。好，阿伟先生，所以诺还是有帮姐姐留一个就是精明干练的算是印象，好好的宣传给大家，是这样对吧？是这样对吧？我可以相信你吧，阿伟先生。不犯风尘，但是被盗账。我要是哪一天真的精明干练了起来，你们不要吓一跳，我私底下真的精明干练哦，你们都不相信我。他哇，你在阿巴什么？
对对对，那个排球的很好看，超好看的，你知道吗？水莲宝贝，没事，老公，晚上回去你就知道了。是空气。好，最近不管是对，不管是陆先生还是刘先生，感觉晚上的施工计划都还在颇精彩的。对，总之今天感谢两位嫂子的莅临，我们也祝牛妈生日快乐，好吗？航吉猫桑，感谢昨天航吉猫桑有出手我们的那个土味情话大赛，航吉猫桑，我现在的奖状正在努力制作中，航吉猫桑，感谢你的土味情话。昨天与会的各位贵宾，与会的各位选手们有参加都有奖。壮都有奖壮，像其实跟我们家那个死鬼很久没看动漫了是吗 ？OK 了，甜甜蜜蜜是不是？动漫算什么？反正动漫永远都在那边，不会离弃你。对，哪一天如果觉得无聊了，再把它翻出来看就好了，对不对？你可以相信我，但不可能。我很相信诺诺的，我很相信诺诺的好吗？对，排球少年超级好看。对，所以会是能请假吗？如果有需要的话，还是得要请啊，自己的生活先顾好再说。好，自己的生活先顾好再说。好啦，我怕我跟你们聊下去，可能我的喉咙又一直努力的，就是我要把我的喉咙的扣打留给唱歌。我今天故意不把我的声线拉高，我怕又跟你们聊太开心。你看慢慢来嘛，谢谢好吉妈桑，对，然后也谢谢昨天有参与我们土味情话的新观众们，我真的是超级开心的。对，像追番都累了。对，我们现在有那个 GPT 老婆，多么香，对不对？多么香。好啦，好 ，OK， 我们现在来唱歌，然后欢迎大家就是不生气的话，继续留在聊天室听猪猪唱歌，或者是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熟男、我们成熟的聊天室，各自互动，好不好？大家都是我的骄傲。那我们一样从轻轻松松的歌开始唱，虽然说我的歌单基本上一点都不轻松，我想先从这首歌开始。好，各位与会的贵宾们，欢迎你们爱用朱迪卡频道。现在猪猪开始唱歌咯，欢迎你各位继续拉迪赛哦。我找一下。好，我现在先调整一下麦克风。你们现在应该有听到 echo 了吗？ echo 的部分。聞こえておりますか？有了，我自己基本上也听到了。好的，主播会渴的话，可以喝点蜂蜜吗？谢谢春妮小姐，有我们家常备蜂蜜。好，春妮姐，我在老公这里面搬到了，真的。真的可以感觉到子妍小姐真的是个性，就是私底下很会玩的，就是不是不好的玩，而是会玩死对方的那种。然后春妮小姐就是对，是牛妈真的是喜欢的类型，真的对，完全就是体现两位男士的完美老婆。有不太明显，没有错，我的 echo 通常都不会太明显。好，我们今天 GPT 老婆也莅临到本频道齁，来，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先从这一首吧。最近想暖嗓的时候，都还蛮喜欢从这一首先开始。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不是米娅老师，还有六，欢迎大家曼熊大地。有地震吗？我先唱错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欢迎大家来到啾啾频道，挂台听歌吗？好 ，YF 先生 ，Delasa， 谢谢瑞红，今天也过来听歌。然后我看一下哦，哦，歌声好有温度吗？谢谢春丽小姐，谢谢。我好像真的在跟他们对话 ，Oh my god！ 今天北部防空演习吗？好，雨下大鲜花被拉塞，唱错反应很可爱吗？谢谢子妍，谢谢。我觉得子妍就很想叫她姐，谢谢子妍姐。第一首就看错了嘛，我不记得我们有分开过啊雅晨，我真的不自觉的很想颁给雅晨。哦，不对，他昨天有参与啦，他昨天算是有参与。好，雅晨，你等我土味情话的奖状。我们昨天土味情话之王是他吧？然后其他的参加奖基本上我也是会再编辑上去哈。感谢各位与会的选手们昨天的参与，这样。三哥，最后一秒，躲进便利商店吗？来听个半小时吗？好，聪明，便利商店又凉，是不是？又可以喝杯饮料，
对对，躲进之局嘛。这个时候便利商店真的是他的好朋友便利商店啊，路易莎啊，Starbucks 啊，麦当劳啊，肯德基啊什么的。哦，防空演习大家辛苦了吼，我们一直深爱着对方吗？薄荷，你深爱着谁？你说啊，你要说啊。祝刚康复，主播呼吸有点急促，祝你生日平常吃。好，谢谢春丽小姐。哦，有，我还有吃那个 C 加籽是那个可以就是算是提升免疫力系统。你要怎么跟春丽小姐在讨论这个？对，维他命 C 也是每天补充。要不是路上没事，完全不敢这样飙是吗？因为在路上跑警察会追嘛？哇，15万元罚单，对，大家都要乖乖的，好不好？子妍才20几岁这样接嘛，但是他就是有那种大姐头的感觉嘛。好，库玛伊拉萨伊，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好，我们今天是轻轻松松歌会，对，然后真的是很轻松，很轻松哦。怀念半空中的云，调整时差像微醺，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有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剧的快剧，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及，缓缓的要我们等待，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急了，缓缓这个需要淘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你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计划好的远行，总有一天会成型。只有我爱你，不可能延期，没有别的事更要紧。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及，缓缓的要我们等待，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急了，缓缓这个需要淘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缓缓的要我们等待，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急了，缓缓这个需要淘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无常的珍惜的都说了几次了，缓缓那个需要感情的我。世界说你慢点，懒懒散散更温柔。哦，
5是我们妮妮总裁，妮妮总裁这个是，妮妮总裁这个是，这个是，等一下，你等我一下，我现在在努力辨识这个字。啊嘞，原本想传爱心，但是就是变形了，是哇，好，我好，没有关系，我努力在，等一下，为了赌输会罚单标90，好，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刚好说可能是猪，不好，你昨天的土味情话的氛围还在是吗？好像缺一个妹妹吗？子妍，我可以叫你姐吗？我觉得子妍很适合当姐姐，还有没有智能执法？像每天出门都会吃 B 群加铁嘛，上班比较有精神嘛。是的，而且 B 群也助眠哦。对，如果有一些最近有一些睡眠障碍的，大家可以补充看看 B 群这样子。每个笨蛋每次出门都把我放在桌上的 B 群，跟他维他命忘记带走就好哦，好子妍，没事。对，就只有你可以说他笨蛋，你知道吗？要是别人说他笨蛋，他整个就会敲下去。我跟你说，就只有你可以说他笨蛋。月神已拿下，然后谢谢我们春妮小姐送出了一个会籍，春妮小姐会送会籍耶！春妮小姐，你有在专业第一台吗？春妮小姐，谢谢你送出了一个会籍。哇，这是杰森获得了春妮小姐的会籍，这样。然后变形的爱心变成羊羊吗？我刚开始想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好，可以，我们今天就吃羊肉火锅，好不好？对，还是我们今天伊姆拉妈妈今天生日吃羊肉火锅庆祝。是不介意？真的吗？肯定绝对会被笨蛋吃豆腐叫姐夫吗？不会啦，反正他蛮多姐夫的。不是。好 ，OK。我觉得这个人设之鲜明的，你们知道吗？对，真的像羊羊啊，对不对？啊，我本身是羊肉的爱好者因为我喜欢吃它，真的就是那个味道，骚骚的味道。它真的那个羊肉的那个味道真的很好吃啊。好，这不是我们长官吗？我看到长官就想要以长官为主啊。我们 V Stage 演唱会那些都会得啊，长官。超度手指虎，给我传我好势，知不？长官，我听到，我要2个，我唔拿要1个，我要2个，知不？骚大骚。熊大大熊姨大家欢迎来到啾啾歌会。我们今天轻松的唱歌，大病初愈的喉咙，我们也暖暖嗓。然后今天应该是可以唱到4、5点，应该啦，应该。但是我会在不勉强喉咙的状况下。下晚上要在家里吃饭，再要去买菜煮。好喂，子妍感觉也是非常的有一手，也是那种厨娘等级的。羊肉要烧才赞啊！好，YF 先生被嫁出来了，谢谢猪猪的朋友让我加到 YouTube。雅晨，你给我好好听歌，好好第一台，你乖。好，一拳见佛祖，对，物理超度。昨天刘先生吗？刘先生教你怎么那个吗？对，怎么就是送会籍是不是？谢谢刘先生，就是教会老婆大人贡献朱迪卡会籍，贡献朱迪卡频道会籍资格这样接下来也是找一些轻松的曲目啊。身为老公的你们就乖一点啦，不然真的会挂在那，知不？挂在那的。我无做过戆查某囡仔，亲伊的前拖，亲像伊的耳一半。两个人这呢好，行到尾无外靠。爱亲像三文坡，情分啊这呢薄。头毛正油，命若无正好。别人在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
一个人啊好，也不甘愿花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将阮的长头发剪做地头发，查某人的心伤痕袂空咧卡。少年时光甲这好，美丽的梦，五人才会相信无效的酒醉，将阮的地头发捏到乌头发，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吃彼领新娘衫。哦，头毛正油，命若无正好。别人咧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啊好，也不甘愿花我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将阮的地头发捏到乌头发，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吃彼领新娘衫。阮的长头发剪做地头发，查某人的心伤痕袂空咧卡。少年时光甲这好，美丽的梦，上好的命拢是别人的好命。伫台北几路东，阮也变大人，过三早的半，讲的有老不甘。有一天我会唱着命中缘分注定的歌伫遐，我会当为伊吃彼领新娘衫。你们知道憋笑很痛苦吗？你们知道唱这首歌憋笑很痛苦吗？我刚刚看到妮妮总裁说来都来的，我真的完全不行了，我差点我的情绪还在酝酿。这首《查某囡仔》淡淡的哀伤，就不能给这首歌一点机会吗？就妮妮总裁那一句来都来的，我又想到了红姐，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不要这样，我们子妍跟春丽小姐很美的，好不好？对，但是我只能说红姐是个谜啊，真的是个谜，只能说我真的是还蛮佩服她的。难怪我错过了50分钟。小喵喵没事，姐姐最喜欢聊天了，我才唱第3首歌啊，我才唱第3首，不用担心哈。我喝口水哈。谢谢大家来到猪猪频道听歌。今天总算真的是可以轻松唱歌了，不然之前到底在忙什么？不是在忙画图，不然就忙感冒，忙我没有声音，忙练歌。今天真的难得又随便唱了吼，
差点忘记能不能讲啊，没有关系啦。对，反正我们也知道他就刘银木先生不是吗？是吧？刘银木先生每次都被嫌弃嘛。陆先生说你那煮的太清淡了嘛，陆先生不要吃这么那挡姜啊，卖假挡姜吼。气死我们那边讲贵好算盘，妹妹过来帮我一起便当，好甜蜜哦。好，老师猴子，谢谢你的听歌，谢谢你的听歌挺有趣的。我说不应该答应老婆过来的，然后喊救命来得及吗？就说嘛，你就说来都来了是吗？不要偷懒。好，夫妻现在打情骂俏，我们只要把墨镜戴好就好了。这个是俊伟吗？防空演习中，好，大家不管是躲在便利商店的，躲在路易莎的，躲在麦当劳的什么的，大家都注意安全。等到半小时过去，再继续出去忙碌哈。初见啊，你好，初见啊，我的嬉しいござ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か。谢谢你们的到来。对，来都来了。这首还有感觉吗？因为之前分手才剪短的吗？春丽小姐有故事诶，春丽小姐你的短发很美。春丽小姐的短发是我没有办法驾驭的短发。真的我不会整理短头发我只要一短头发我就失智跟失能了，难以理解是吗？不合。你的土味情话昨天让我看不到你的难以理解，怎么会这样子？乔乔老师你拉塞，我看到乔乔老师就想到我们之前 V Stage， 对，欢迎乔乔老师的到来。然后对不起，我移动一下那个面部的部分，因为我在看聊天室的时候，它可能稍微会卡住。好，大家上班上课都加油，我要继续筹备下一首歌，等我一下哈。猪猪频道，对，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在这个悠闲的下午。下班买菜了吗？好，子妍姐姐，好 ，OK， 他哪一天又把我惹生气，我再跟你说。他是本频道最会惹猪生气的观众，你知道吗？是一个性情中人。然后刚演习警报一响，好，起来好，不管是春丽姐姐跟子妍姐姐都拜拜。好，觉得短发更难整理，短发真的不好整理啊！我真的很佩服春丽姐姐，她的短发真的是很漂亮，不晓得为什么让我想到桂纶镁。好，我来唱这首歌好了。原本不是要唱这首歌的，怎么是这首歌？来都来了。算了，就这样吧，就唱这首歌。放都放了，对不对？彩影子来自于青瑶。卒業したらジグザグの前髪を少し揃えママからの手紙で苦い泣きそうになった嘘でも天の川で一年一度の約束したいいない時も頑張れたことが今になって自信になって気づいてみたらたくさんの人に囲まれてた君が僕を信じてる你等一下，不是，怎么不见了啊？等一下，他不见了，他为什么？你们等我一下啊！为什么不见了？等一下，为什么？不是，你在干嘛？你为什么要不见
的彩影子怎么不见？啊呀呀呀，怎么不见了呢？我的彩影，我的影子呢？哎，为什么这样子？你们等我一下哦！你不乖，给我打屁屁了！你给我出来！屁屁！啊，完蛋了！你被我打屁屁了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打他屁屁一下！你给我过来，这死鬼！为什么他不理我了？啊嘞？不见！我不见！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啊，等一下，是按到键盘暂停吗？等一下，春丽姐姐，我看一下。诶，为什么？诶，不对，这样。等一下，这个不合理啊！诶，我觉得他啊，等一下，我现在就连 echo 也不见了。等一下，不要这样子，怎么全部都不见了？等一下，可以，好了，暂时是回来了。啊，好可怕！我不敢调整它嘞，我觉得调整它又会出事。等一下哦，你看又来了。好，我决定不调整它这个，我决定要从我决定要从 YT 调整它。这不是演戏啊！不好意思，我们再一次踩影子哦。与会的观众们，それがもし訳ない。为什么？好了，就是这样子啊，怎么了吗？设备也跟着防空演习了吗？啊，为什么呢？好，刚刚还有机器人声音。好吧，我们再一次查影子。我决定这次要从 YT， 可是从 YT 这里啊，讨厌，他不知道怎么了。可能伴奏稍微会变小声一点点，没关系，我稍微調整一下。不好意思哦，大家。卒業したらジグザグの前髪を少し揃えママからの手紙で苦い泣きそうになった嘘でも天の川で一年に一度の約束したいいない時も頑張れたことが今になって自信になって気づいてみたらたくさんの人に囲まれてた君が僕を信じてる可是这个影子变小了我现在不敢从我的那个混音器调好可怕哦随时都会不见人気みたいに何もかも知りたいと君がこぼす散歩道の途中ずずじの甘い蜜を吸った突然夢が覚めて迷子の気持ちで悲しくなったいつの間にか大きく
つからずっと強くて弱いの君は知ってて同じ空見てくれてたの。它变得好奇怪哦，就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设定跑掉了。也就是说，像我在调整任何东西的时候，对，好像不知道按到什么东西。罠飛び放り出して見つけた背中にお帰りなさい。いつの間にか大きくなっても僕よりずっと幸せがいい。いつからずっと強くて弱いの君は知ってて同じ空見てくれてたの。OK， 擦印子，就是我在滚那个我的我在滚那个滚轮的时候，通常应该是滚右边的那个卷轴吧。但是我的滚轮在滚的时候，它突然变成那个我的视窗变成几% 的放大缩小了，奇怪，怎么变这样子？好嘞，怎么会变这样？对，就我是按到了什么东西吗？真的好不会这种设备的东西哦。啊，どうする？好啦，算了，没关系。谢谢大家。啊，对，现在我跟你们说，我在卷这个，你们的聊天室也突然变成这种状况，救命！怎么啊？我要怎么回去啦？天哪！我现在没有要用放大缩小，为什么你一直跟我放大缩小？按到原来是这样子谢谢谢谢原来是我刚刚在调整面部的时候，我的 Ctrl 一直被压着谢谢等一下等一下原来我的 Ctrl 一直是被压着救命也就是说因为我 Ctrl 压着，所以我的混音器刚刚它可以调整了，谢谢与会的观众们，谢谢你们你们救了我！天哪，你们都是我的超，原来只是 Ctrl 被按着了救命我不知道，我想说奇怪，为什么这样子？我的机敏概念全没了，气死我！没有，我刚在调面补的时候的那个充电线，它按着 Ctrl， 然后我不知道啊。对，对不起，我觉得那个翻车奖可以投起来了，谢谢。原来是 Ctrl， 我的 Ctrl 被那个充电线按着不放我想说奇怪。谢谢各位与会的贵宾，刚猪猪只解决了一桩对我而言是一个天大级的灾难。对，谢谢月神，谢谢。你们一定觉得我很蠢，对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是立马解救，真的是凡事问观众就对了。谢谢春丽姐姐，谢谢我没事了我刚吓得全身冒汗，你们知道吗？我刚吓得全身冒汗，什么事？子燕姐姐不准偷笑，姐姐不准笑我。乔乔老师把你的草字头剪掉，不准笑。还好就好好的对，不然就难。对，我至少有好好的说明说为什么它变成比例在跑，不是我的卷轴在跑。道歉要露出什么吗？国军弟兄们辛苦了。这样说真的翻车。好蠢天哪！春丽姐姐他们在欺负我，春丽姐姐对，使用者日常，可是我要是没有你们，我不知道
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就连我的那个回音系统也怪怪的？原来是我一直按着 Ctrl， 完全不意外。谢谢大家，我今天我今天歌回原本是要给大家见识我精明干练，对，只是在精明干练之前，我们必须先酝酿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对，这样子，在精明干练之前。总之，谢谢你们陪着我，谢谢你们刚刚都没有离开。可是我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伴奏？等我一下。哎呦哎呦，有 Angela 的声音不行，我们要把 Angela 的声音弄掉。好，谢谢你们没有离开过，解救了朱迪卡。好，我们现在回来了。我们的回音系统乖乖了，原来是因为Ctrl一直按着。天哪，朱迪卡你怎么会这么蠢啊！我曾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你们解救了我的视窗，好感动，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不会就是按了 Ctrl 键不是吗？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赴约蜿蜒的河流。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叫我放开 Ctrl 键，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超I know 我太富有，因为爱满足了所有。生命中每一个漏洞，你都用真心拨缝。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喜怒哀乐，困扰我的都不再算什么，让我的世界以你为舟，快乐你快乐，忧愁你忧愁。手，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陪着我走。Right here, right now.
一起抬起头迎接爱，将我阳光证明，这并不是一场梦。Right now， 闭上眼，用心去感受，有一个声音，他说爱情没离开过。别人的同事演的不像演的。好啦，雅晨，我知道你很想获得那个土味情话奖状，你等我一下，你们乖一点好吗？谢谢你们没有离开过，对，充电线没有离开 Ctrl 过，压住的 Ctrl 的线没有离开过，手机没有 Ctrl， 我真的觉得我很蠢欸。春丽姐姐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你都是听牛妈版本的，对不对？就是号称牛妈主题曲。哦，老婆在还敢皮，对，他们是勇者，没有错。这女孩在说什么？这要素不能讲究。朱迪卡能讲出，对，至少我能够跟你各位讲出问题。谢谢你们没有离开过，至少我讲出的问题，原来只是因为 Ctrl 键被充电线压着，超蠢的。哦，加油！谢谢你来到猪猪频道。有个小故事吗？子妍姐姐在 KTV 笨蛋我今天发挥的很好，唱完然后真的给我的推轮椅进来，然后轮椅上面有蛋刚刚说是轮椅，这个是他的浪漫之姐，好不好？也谢谢乔乔老师，对，谢谢那个线没有离开Ctrl。我刚吓到全身冒冷汗。我跟你们讲真的，我真的对于3C 的东西超级容易慌张，对，我就是刚刚那种状况，我就常常把自己搞得就是很慌张，很蠢，对，就是那样子。滚动的时候就按到键盘的空多多鲁蓦然回首，才发现金毛干练我在傻蹦。好，金毛桑，感谢你的歌词，风不需要也是蔚蓝天真。不是给点机会，今天是我的歌回，为什么被抨占据了？怎么会这样子？哦，出现安这位是空先生吗？欢迎来到精明干练的歌回。你们放心啦，前面整是演的啦。我为了体现后面的精明干练，我必须演的砰一点嘛，是不是？欢迎来到这频道，谢谢大家。好，到此为止了，我的砰到此为止了，你们知道吗？接下来我的精明干练要出现了，接受吧。接下来下一首歌绝对精明干练，来哦，几首歌就是，对，下一首歌是什么？你们等我一下，我觉得我可以唱的精明干练的歌，精明干练的，你们小心不要让我把那个跳通的那种东西放出来，吓死你们哦！我的精明干练都在那边了，下次一定对着你走。那条线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吓得我惊慌失措，好可怕哦！好了，我的精明干练就在这首歌了啦。要是没有唱出精明干练的感觉，我就是猪，可以吗？反正本来就是猪，会哪里去？日本江惠二姐的我很喜欢的一首《会哪里去》，我要致敬二姐，我必须精明干练。三哥，你不要讲出来，你怎么知道我现在还在冒冷汗？我现在全身湿掉了我的背整个是湿的，而且我明明有开冷气，好蠢哦！怎么会这么蠢啊？会哪里去？虽然去，搁开间无共时，向那路途随不去，
个花已经无共位，阮你毋知，迄个扛作剑啊，地着若是变啊安尼，我真正毋知啊。为着心应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去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芳花也无红样式，只记大家双头天。茫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为什么这位空先生没有感受到我的精明干练？我们出家的朋友不就是为了我的精明干练而来，被烹留下来的吗？为什么一来就是感受到精萌干练？我的流量不就是精明干练吗？枸杞，我就不能好好唱歌吗？你各位可以让这猪好好唱歌吗？阮你毋知，阮心意，为着心应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去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芳花也无红样式，只记大家双头天。茫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茫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寒冬也会变春天。谢谢大家，来自于江蕙二姐的灰脑力基。一口一大下，那水灵，什么叫做惊喜？然后被烹留下。对啦，他们说被精明干练骗进来，然后因为烹而留下来。我原本很不服气，但是之后观察下来，好像真的是这样。我只是偶尔碰一下嘛，偶尔呢，偶尔而已，偶尔，知道吗？什么是偶尔？大概就跟1分钟60秒，大概61秒都在碰，好自暴自弃。眼睛闭起来，我想说在歌曲里面，谢谢春妮姐姐，谢谢。然后有没有可能单纯是因为你的台语很好才留下来，不是因为精明干练吗？可以啊，台语很好，跟精明干练也是可以画上等号。啊，完蛋了！可是空先生，其实我台语不好，怎么办？空先生，可是我台语其实不太好，完蛋了！
可是我努力了，对，我只是台语其实没有真的很练邓，我只是较怕拼讲台语，偶尔就是每天我谢你啊，子妍姐姐她欺负我，子妍姐姐，对对，频率有点误解，是这样子吗？反正我又不是理工科的，反正100减22等于88，就是这样子，偶尔跟海一样，什么东西？偶尔的单位不太一样，有自觉是好事情，对我非常有自觉。Cookie 好吃，歌声超棒的啊！这就是我们的生蚝吗？伊拉塞，会哪里给我们可能哦？简称花枝。我跟你们讲，我今天中午吃很饱，超饱的，别想吊我。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尝试下一首可能可以精明干练的歌。可能啊，怎么办？被你们讲的，我不晓得我什么歌可以精明干练了。新观众，这是什么？蠢萌的可爱声好气哦！对啊，我会说蠢萌好生气！什么蠢萌？我精明干练我的精明干练不就在前面了吗？我只是为了铺陈，我后面要让你们看到我的精明干练，你们不晓得我的用心良苦呢。你们怎么可以不晓得我的用心良苦？大概就是台湾过去1分钟，非洲就损失60秒一样啊！跟认识的女孩们比，你的台语真正已经就练邓啊！吼，好，多谢这个空先生，好不？我就是尽量讲。哎呦，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泥世界的妮总裁，感谢羊肉肉好吃，羊肉肉超级好吃，好吃，我们进羊肉好不好？牛妈，你们今天的那个生日大餐记得去吃羊肉啦，好不好？带春妮姐姐去吃羊肉。就台语开口就标准，我是唱歌的开口小可标准，但是你要我讲，恁真正会中风，恁知无？嘿，你要我讲台语，我嘛是尽量讲，不过恁听到一定会中风，我甲你挂保证，好不好？反正我是我家那个台语底边，你们知道吗？我们家是台语家族，所以每个台语都是好到可以上政论节目的那种，所以你们知道我是每天是被电到翻的那种台语底边。这种东西程度是比较出来的，蠢萌，我精明干练，感谢你们才会聊天室。哇，我们妮总裁，谢谢，这个是第二道的这个是これが1500円のスポチャットもら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谢谢。原来是对我这个是铺陈。你们等一下就会了解我的精明干练，我的用心良苦一定是在最后一刻爆发出来，知道吗？是不是？还有写到果汁机也身边一个把那个卡塞里耶，我的精明干练都在那边。你看吗？薄荷，你是很想下去小黑屋是不是？我是太久没跟你们300了是不是？投邮给，不要再投邮给了。也谢谢妮总裁，谢谢，好吃，谢谢，这是第2道。好看爷爷，然后掏钱出来给你抖吗？这样就1人1半吗？说到这个，我很喜欢跟长辈互动，而且我的台语真的很常唱台语歌曲。不省次的话，我在今年的8月8号爸爸节，我也会开启就是天王天后台语经典歌会，欢迎大家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公，还是舅公，还是伯公，还是阿太，都可以过来，把他们邀请过来一起听猪猪唱台语歌。说台语，屯妈大概会想直接把你丢进爱河里吗？可是我觉得那个跟那个原生家庭是不是台语环境有关系啦，所以我倒觉得其实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民族融合，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您生在可能是客家家庭、台语家庭，或者是外省家庭，我觉得大家都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份子。是妮总裁的第3道，谢谢。对，那因为台湾是很多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才这么喜欢跟你们玩台湾梗啊！你们已经定西题了是不是？西题又有羊排啊！对，谢谢妮总裁的第3道啊！谢谢，这一定是我精明干练的奖励吧？与会的贵宾们，这个绝对是我精明干练的奖励，对不对？一定是的。好，外衣服先生，谢谢。
谢谢 YF 先生昨天全倒土的土味情话，谢谢。然后就可以拉塞，之前忘记说他哦，对，子妍姐姐要煮一桌对，子妍姐姐要煮一桌，大家记得去吃。上次也是这样子讲，然后不是淘宝哥，我想帮你编下去，但我不能编。谢谢妮妮总裁，是精明概念，对不对？我们妮妮总裁政治正确，你看草字头都剪掉了。像上次猪猪很感性的时候被这悄悄老师，你不要讲出来！我原本想说，我们已经宣传完了，为什么悄悄老师还记得？就讲啊，悄悄老师没有这种东西。我上次被盗账号，我一定是被盗账号的，你知道吧？悄悄老师，就像那个时候就是被盗账号，就像刚刚一样，我的蠢萌就是被盗账号而已。对，阿公阿妈下来一起听啊。还有就是我们中原普渡歌会哦，我们这是真的也是特别准备了中原普渡歌会的歌单，好不好？虽然你说香港话，下一次我把你扔去维多利亚港，可是毕竟那也不是我们的母语啊，对不对？很喜欢台语吗？哦，谢谢水灵宝贝，感谢。没错，我们现在就是猪猪，因为很喜欢唱台语歌，我台语讲得很烂，可是我尽可能的，就是这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乡土回忆，因为我是台语家庭长大的，所以今年度也开启了很大型的一个募资活动。那目前呢，没错，台语专辑 DLP 专辑募资中，不嫌弃的话，前方的 QR code 或者是我没有置顶连结，等一下，我不是置顶了吗？等一下，我的置顶连结我不是置顶了吗？等一下，与会的观众，你们等我一下，我的置顶连结怎么不见了？我一直没有置顶吗？谢谢妮妮总裁谢谢妮妮总裁的炮火又出现，你是企业的炮火出现了。不是你们听我说，我不是忘记，对，我只是对，就偶尔忘记置顶，偶尔等一下，大宝老师他们欺负我，他们应当搞我欺负，搞我糟蹋，大宝老师，救命！感谢妮妮总裁轰炸他们，气死我，炸死他们啦！都欺负猪猪。然后感谢妮妮总裁，这应该是第3道了。第4道哦，谢谢第4道。天哪，妮妮总裁真的是妮妮总裁，这个你是企业的财力之雄厚的，我的天哪！他们真的很坏，我要献唱一首歌，让你们知道他们真的很坏。这首歌，他们真的是超坏的，我跟你们说，唱下去你们就知道。连比尔板板也被炸到了连比尔板板也都炸到了，不是我要唱一首，他们真的很坏。这首歌算是我献给他们的，献给大家的。要不然陆显然低调，陆显然，我要让你们证明，我全部的情感都寄托在这一首歌了。他们真的很坏。Ctrl 不要按下去，不要再按了。Ctrl 好，可以，就是这样。Ctrl 键不可以再按下去了，天哪，吓死我！就如同这首歌一样，我的心情你们懂吗？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我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甲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人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为你落雨
的只有默默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落？当初的酒怎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落？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等我会转来你爱我。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我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人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恋恋，那予我的只有默默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落？当初的酒怎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落？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落？当初的酒怎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落？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这里的老面线蜘蛛屁股翘起来了，这什么？我哪有？你们就觉得欺负我而已。然后 Saber 手术顺利哦，好好休息好不好？对，就是大家身体都要顾好。有台语歌会吗？谢谢哈密瓜先生。猪猪今天是下午随性歌会，但是我就是很爱记录台语歌。对，等一下，不行啊！我觉得我也是要把我的面谱拿过来。Ctrl 不要再压下去啊！Ctrl 不要乱压，不要再压了。我刚被Ctrl吓死了。我再把面谱带过来，要不然他在我看聊天室的时候都会抓不到。iPhone 面谱抓不到我。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iPhone 面谱抓到我了，应该是抓到了，抓到了吧？好 ，OK。生蚝，谢谢你，不仅有时候会忘记置顶，不要，等一下，干嘛挖我的黑历史？超坏的，妮妮总裁他们欺负我，而且1、2、3、4，谢谢妮妮总裁，
所谓的红毯是武道红毯是吗？很像武道就是红毯。天哪，你总裁，我真的，你是企业总裁，真的不是盖的财力雄厚。我在你总裁那边收到几道红毯了，我的天哪！什么糟蹋乱说？而且我刚刚其实唱到一半就觉得有点会心一笑，就是小乔老师还记得就是碰趴的那一天。小乔老师居然还记得碰趴那一天，我的天啦！我的一世一名全毁了，你知道吗？金蒙太强不碰会被撞到地上。好了，随便啦，就这样，随便唱。不，也不是前阵子，是最近努力着在练习金币奖指定曲嘛，对不对？那么我们真的好一阵子没有随性唱歌了吼。等一下哦。等一下。好，你笑得很开心，所以说我这样子也算是功德一件吗？乔乔老师，我怎么从来没有那种东西？什么又可爱又金萌概念，是不是？对，我们空先生没有错，我就是又可爱又金萌，精明干练。谢谢你们，我不想讲话了，我现在很幸福，有你们我真的很幸福，谢谢你们，我不要讲话。他的手掌有种粗糙的体贴，他在我需要时候出现身边，被你伤的那些崩溃眼泪，多亏他无私的奉陪。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谁都不要再提醒那一段从前。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礼物全在动摇我的世界。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相见，我不会提到最后和他的一切。面对不爱的人，我终于谅解了曾经你用无言画的句点。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盲目，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
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我现在很幸福，我有你们现在很幸福，咱小对的。那 B Stage 演唱会，给我皮得个红呀，知不？那个谁已经确定超度手指虎会长官啦，哈。其他的大佬我不敢说啦，好。静静，阿崔蒙总，咋地班爱在吹落去？我不敢跟他呛声啦，因为我怕说，不是阿崔的气场其实跟李学长有点相像，你知道吗？阿崔他12万的这个嘎机丢皮套组追落去了，谢谢，感谢支持我们台语丢皮专辑，然后各个套组都陆续被大家解锁，真的非常开心。然后前2天我们在关怀着台湾壮世代的同时，也关怀着我们国际壮世代富田姐妹的那个康长，那阿崔在10里班都吹落去了，普下吹落。谢谢阿崔。虽然说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也会领到这个一拳特点，但如果他如此想不开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什么猪猪才是什么金闪闪，我就知道你们刚刚在聊天室偷臭我，故意不看。你好，这位泽泽先生你好，然后一璇也来了。哦，真的是会知足事的子妍姐姐、春丽姐姐，真的谢谢你们，你们现在都很幸福啊，你们都要很幸福，知道吗？我就想说，这哪里怪怪，哪里怪怪的？这个有结界是吗？我追一下聊天室，有猪猪很幸福吗？我有你们也很幸福啊，小喵喵。然后被超度的有够幸福的，长官那个一个要陪得个昂的，知不？吼。就是 B Stage 没有办法去安全嘛，没有关系，我不管你们安不安全，我一样有时间，我一样有机会弄死你们，知道吗？高阶会员就用高阶会员的方式弄死你们，B Stage 演唱会就用 B Stage 演唱会的方式用死你们，知道吗？真的假的啦，空先生，我的知名概念果然铺陈出来了，对不对？就说拿出他什么乖离间是什么东西？听我唱歌超幸福吗？哇，欧雷先生你来了，就很幸福，太幸福了是吗？听我唱歌有这么幸福吗？好，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唱歌了，我们是不是稍微提振一下大家的精神？来，超度大会，我就看我们10月场 B Stage 演唱会到底有几个人领到我们的一拳特点。详情请扫 QR code 或者是我们置顶上方的连结，来到我们的专案现场，就可以知道买到多少专案以上可以获得一拳特点。然后想要支持本频道这个台语专辑专案，只要少少的250块，你就可以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推手哦，真的只要250块，相信我。哦耶！一起冲刺猪猪的台语专辑吧！来，我们下一首歌，我们可以来不愿相信你对阮讲过的话，当作山盟，当作海誓，对你的爱一天比一天多。谁知阮亏心的等待，也搁伫风中在飞。Come
信，不相信吃到你这张皮。一字一句行去等地，伤人的话写甲遐尼干脆，彩色的人生好亲像晴天的乌云变乌白。哦，一切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爱到最后阮已经无路好退。原来爱情是真假无底，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听破酒来做真杯，失落的花雨雨经过，花蕊定开更加美丽。Come on， 哦，超嗨！相信，不相信吃到你这张皮，一字一句行天等地，伤人的话写甲遐尼干脆，彩色的人生好亲像晴天的云变乌白。一切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爱到最后阮已经无路好退。原来爱情是真假无底，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听破酒来做真杯，失落的花雨雨经过，花蕊定开更加美丽。棒棒！哦耶！爱甲超鬼电音版本超嗨！我说真的，我去夜店的经验其实才2-3次吧，而且去那边都点什么果汁、牛奶。哦我忘记升 key 了，再一次！快点！男人一眼神兵一顶五把郎，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呈现推广给大家。啊，怎么又是爱歌超鬼？等一下 ，Oh my god！ 半暝仔的包厢，相细细，一条歌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影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思离袂开你？你的几段感情来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若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受认真。迄杯缘分已经伤，一杯心酸等好还。饮酒的讲伊戆，饮酒的笑伊戆。我无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彼段的婚已经伤，一段心酸当围藏。看破的一场梦，看破的一场空，伊无讲伊的身边。
已经有别人。庙会吗？兄弟们，接下来比庙会还要嗨哦 ！Come on！ 一杯缘分已经写，一杯心酸都好满。饮酒的讲伊戆，饮酒的笑伊戆，我要醉过来一杯换情无人陪。一段缘分已经写，一段心酸都为藏。看无的一场梦，看破的一场空，伊要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一杯缘分已经写，一杯心酸都好满。饮酒的讲伊戆，饮酒的笑伊戆，我要醉过来一杯换情无人陪。一段缘分已经写，一段心酸都为藏。酒醉了加相望，心事了加相伴，已经在你的身边，已经有别人。哦耶！叶神兵一点五把郎2023版本跟血肉果汁机合作，真的是血肉果汁机榨干版本。想听上慧玲的歌应该蛮适合主播呈现的吧？谢谢。本频道其实基本上很爱唱台语歌，然后我们基本上也是一个喜欢推广一些台湾文化、本土文化这些方向的频道。然后不管是缘分或者是演算法，让你们认识了今天的猪猪，都希望你们先记得精明干练4个字，谢谢大家。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主机迪卡屯 Joki， 对，然后在这个下午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不管是国语歌也好，台语歌也好，日文歌也好，基本上猪猪这边都唱，都开心，都随性唱，对，但是不要叫我唱英文歌，我死给你看。因为我英文真的太烂了，对，所以在我的频道其实基本上可以听到英文歌，但几率是0。哪一天要是你们听到英文歌，那可能大部分不是我，是我被盗账号了，请协助我把账号找回来，好不好？等下是陈阳先生吗？是那一位很帅气的陈阳先生吗？欢迎你来到猪猪频道，精明干练。我要喝口水。谢谢你们，然后 Jeffy123也来了，然后对，有这种版本的春丽姐姐，对，然后这个版本是我在开歌会的时候，可以的话都会想尽量推广给大家的。好，越冬者，你把上面那个草字头剪掉。不是啊，陆仙儿，我不会越南歌啊，会的话就唱了，是不是？刚刚的。看一下，我不会死腔啦，不要叫我用死腔。然后这里刚刚有人 Q 到说八郎是谁？对，八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本频道之前在歌会的时候有开过八郎歌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常常唱台语歌嘛，然后我的观众他们就是某一天就是把台语歌里面常出现的把郎别人的意思。然后把它设定成一个人设投入进去，它就是变成八郎。因为常常会可能台语歌里面，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叶新兵已经有八郎》，或者是八郎来祈祷我为生活表淡薄，
别人在玩，然后我为生活在打拼嘛。然后这首歌是他的身边已经有别人，所以别人，其实常常别人这两个字常出现在台语歌曲，所以我们跟观众就拼拼凑凑成了八郎歌会。因为我们发现八郎他是一个纨绔子弟，整合下来他的人设就是一个高富帅、人生胜利者，还给人家内头利之外，不公平啊！你们知道吗？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首就是八郎有出现八郎，但是他不幸的歌。他就是一个吃瓜者，对，他就是一个人生胜利主。于是不行，这实在是太令人生气了。于是到最后呢，八郎就被血肉果汁机榨干了。这是我们给他的最后的一个下场。OK，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猪猪的频道去翻八郎歌会，很有趣哦。第八郎的意思啦。对对对，所以在猪猪频道可以常常跟大家玩一些台语梗这样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好，越南很多电影很适合，其实越南的有很多歌曲也很赞诶。对，只可惜我不会越南语。对，小小哥伊拉塞刀郎的话倒是又是另外一个层级更厉害的存在了，你们知道吗？对，八郎很爱给人家内斗力。对，反正他挂在那边血肉果汁机。血肉果汁机会惩戒他这样子谢谢你们。来，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推广一些非常棒的台语歌曲。这一首歌呢是我们大宝老师的好兄弟阿潘老师的作品，一人扛查甫人一首歌，把它找出来吼。然后刚刚大宝是有在对不对？对，就不知道大宝是这两天状况还 OK 吗？对，因为感觉大宝师就是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生离死别的部分啦。对，那哇真的是听了真的觉得蛮难过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对，用自己的方式度过一切。虽然说不容易，但是对啊，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查甫人一首歌，我找一下伴奏的部分，推荐给大家，同时也是阿潘老师的作品。诶，我不是放在这边吗？我可能放到另外一边去了，等我一下。八郎的生命是讲经歌报应。对，我们那天八郎歌会也有唱到这首歌，八郎的生命是讲经歌报应。你看别人的生命都这么好，别人的那个生辰八字都是含金汤匙的，那我们呢？来，查甫人这首歌推荐给大家，有没有？这个一开头沧桑感就来了。风轻轻吹过，咱流真济，风若是吹过，但时间剩无济。母我问你何时成家？何时过年有孙陪？虽然有藏在心内，我悄悄放予过。风轻轻吹过，咱流真济，风又还吹过，但时间剩无济。无想过我真正的身价，贷款得甲我困袂落，有时想袂到，找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酒若配，关系可吞我多，就算业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若碎，我是有胸空的迄个，带着无惊，看着是世，踮在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
金汤匙可以喊，风轻轻吹过，路真多，风又远吹过，你我时间剩无多，无想过咱情影的心家，台管地甲咱困袂落，有时想袂到。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手若配，关系可吞偌多，就算业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胸腔的记得，带着无行，带着是世。踮在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不管未来偌大风雨，我就煞伫这和你靠。管伊我这起起落落，你勇敢放我飞，莫想遐多。查甫人一首歌，就若配。关系可吞偌多，咱着算业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咱是有胸腔的记得，带着无行，脚着是细，踮在未来的路途顶，陪恁一切。好，查甫人一首歌，一手扛所以这首歌里面没有巴郎，只有查甫人。所以我们其实，在巴郎歌会那天挺有趣的，我们找到了好多郎君，你们知道吗？巴郎嘛，就是他的基本上是主角，跟有查甫人，还有迄个人，我们找到了好多郎君，你知道吗？在那天的歌会超有趣。你要叫《笨宝令》这首歌吗？不勉强啦，好不好？简姐姐，对，但是就是基本上。KTV 我是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那种沧桑感的男性来唱，超有感觉。像那次每次要去找他唱，然后他说不要，开玩笑，他真的是小 JJ， 春丽姐姐应该听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叫笨宝宝绑出来，就是没有，但其他人都会放不开。有够爱的人是这样子吗？莲花出来唱歌，所以叫那种笨宝去绑他，好好好 ，OK， 感情真好，大家。然后不求富二代，只求讲得真好。像钱真的是越赚越薄辛苦了你各位。我们不求财富，我们只求那个正富。我们可以成为正二代，不要富二代，可以吗？我可以成为很正的二代，但不要那个富得正，那个富就不需要了。OK， 查甫人一首歌，超级好听的一首歌。来，接下来。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时光了。我之前真的是太忙了，各位兄弟，太忙了，好想大家哦。我到底是多久没有这样好好唱歌？我的妈呀！从今年年初开始，对，不停的忙，对，大计划啊，然后一些 bra bra 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每次都是这样子。忙到一个阶段，回来这里，你们都在，这样就好了，超赞！最喜欢这样跟你们拉比赛。下一首歌我随机选哈，真的每次就是忙了一段时间回来，大家还在这样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富二代很棒啊，可以帮我们付款多好，对不对？好，就如同目前那个台语集资专案欢迎大家250块就可以付上去了，谢谢大家。满真为绿族，比有 BI 真正有够 BI 是 BI 啥货嘞？
首歌真正就可怜呢，就悲哀的，嘛就拍唱诶。献给大家，可拉奇，满天回绿，祖标 B I B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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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压冬透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戆的等，戆戆也一支雨伞，为你规哪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全世会当甲你放下，其实路拼换来拢无要无紧。这几暝看电话消息，我踮这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吼。我洗来洗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受着伊当时也怪你的气呀，路边的话。满街落雨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漫天毋捌，手内啥物拢无，只剩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目的人，煞会落不明。伊拉塞，欢迎大家。今天的感觉好像礼拜五，不知道为什么，好热闹。甲你的吉他放伫我的心内，听你的白马啊，行你要行的道，风吹来花，路途中一丛香枝球，咱无关世菩萨那准讲，你算着一出悲剧，你敢会看？搁刷落来头前，伊怎歹行的路，梦中的。看你斗斗乌惊，看你的梦，总有一天咱做伙返去迄个所在。我返去的爱，甲你返去的心，伫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份，写过了的批，甲讲袂煞的话，因开袂完的情。看人去流哭，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看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后世人再会。南无加特林菩萨，非常符合，非常符合，对，非常符合，就是非常符合。我想处理你们的形象，知道吗？好，满载回绿，足不 BI， 来自克拉西，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喝口水，等我一下哦。好的哦，感谢乔乔老师，然后还有欧 U 欧先生，谢谢你们。龙飞拉塞，好啊，物理超度，无佛慈悲。好，紧接着我就随机挑选下一首歌继续唱哦。
哦，是安徒生先生呢。欢迎来到猪猪频道。别说下辈子见面之后也就找到我，哇！雅琛，你先不要冲动，你的土味情话奖状还在我手上，好，还在我手上，你先不要冲动。唐老师也可以用全程台语试试嘛。在开讲的时阵用台语哦，嘛不是袂使，但是我惊恁会中风。有诶，之前上跟其他主播在玩一个全台语的企划的时候有，对，然后我就尽其所能的一直讲台语，讲到最后我自己中风，讲到最后我自己中风，知道不？然后加特林菩萨6根清净平秀蛋一席3600盏，救苦救难都市人，阿姨时以来想来。哦，我们来唱好，我随机挑选，就这里，就这首吧。雨都停了，这片天会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在等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的声音跟伴奏还 OK 吗？需要调整吗？随时可以跟我说哦。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里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在等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起。大雨里的别离，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决心，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想你。我哪有爱烹？我的烹演的那么辛苦，是不是？和谁找不到理由忘记我金盟干练？你们现在可以忘记了 ，right now， 请马上忘记，谢谢大家。吹风的距离，我觉得被你们抽就算了，为什么现在连小喵喵都不是我的友军了？小喵喵，你过来姐姐这边，咕叽咕叽，过来。ねえ、姉ちゃんのとこ置いて。小喵喵、聞こえておりますか？姉ちゃんのとこ置いてよ。来姐姐这边，啾咪啾咪，咕叽咕叽咕叽。小喵喵学坏了，按到Ctrl无法控制的酒精，Ctrl不是我按的，是充电线先按的，一定是猫儿子的计谋。他把这只 iPhone 丢给我之后，这个线一定是他的计谋，不是吗？感觉我有很多故事吗？春丽姐姐 OK 的，姐妹一场，下次我们促膝长谈，姐姐妹妹都会告诉你，好不好？肖哥，你今天也被盗账号吗？刚刚雅晨留言一直在被神化，对，超好笑。我每次看到雅晨留言被审核的那一刻都觉得超好笑，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有友军？有的，有，我一直都有。我深信我有友军这件事情，我必须相信我的能量才会集结，才会成真。你们不懂吗？给我点友军可以吗？像就连喵喵都开始欺负我。喵喵过来过来，咕叽咕叽。我想唱一首歌，但我忘记他歌名是什么了，因为阿令的歌都太像了。我现在很幸福，我唱完了吗？不但很多故事。补习苗老师到底是谁教坏你的？补习苗老师黑化了，你知道吗？满头问号。YT 留言审核机制哦，他可能觉得太土了，这个必须审核，因为很土这样。YT 我们再来谈谈。盛宏，你是我的友军吗？你确定？好 Hiko 先生，谢谢你，请你保持你的清流，保持你对我的精明干练的这个观念的这个印象，不准生吵，知道吗？只是在回歌词。你有没有说什么很糟糕的？对，重点是雅晨没有说很奇怪的东西，但是一直被审核的那一刻真的很好笑，你知道？应该是这首歌。好，应该是这首歌，因为阿令太多歌太像了，救命！好，谢谢，谢谢。我爱你，谢谢谢谢谢谢，我也爱你，我也爱你，谢谢，我爱你，谢谢谢谢谢谢，我爱你，感谢感谢。好，是你无去向啊吼，感谢再感谢，感恩感谢多啦吼。你的烟最后戒掉了吗？那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这咖啡的甜度，
早就是你爱的重逢的我们，一切全都变了。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错不由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错不由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好想鼓起勇气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残忍？眼眶就算苦涩，心也该放下了。好朋友，我祝福你们。好朋友的祝福，祝福各位。虽然说这首歌很苦闷，哎呦哎呦，后面还有这个，谢谢大家的爱。不过啊，我觉得我爱你，我爱你，还要记得爱自己哦，知道吗？现在我是觉得时代是越来越忙碌，越来越资讯爆炸。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 COVID-19、A 流啊，或者是肠病毒啊、诺罗啊，这些其实都可能好得了。但是呢，心理生病了怎么办？心理生病可能要花好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辈子去疗愈。所以我们常说我爱你，我爱你，但是记得要把最后最棒的爱留给自己，知道吗？两个都想，聊都聊，可是人生好像没有这么美满过。人生的确是很难美满啊，就像我明明觉得我做得很好啊，然后Ctrl就被先压住啦常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啊。可是好险有你们。对啊，我刚说真的哦，要是我没有讲出来，我真的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下次还是一样砰在那边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观众跟主播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哦，谢谢 Maeve，
女神吗？不敢当，不敢当。对，你们所谓的那个女神，我都好想 Q 2首歌出来，完蛋了，我要画风突变了。谢谢蜘蛛陪我工作，要吃东西吗？好，乔乔老师，谢谢你。乔乔老师，上次那个碰趴是我被盗账号啦，好不好？我真的没有狡辩啊。乔乔老师，好，你可以把那个精明干练的那个替换过来了，好不好？我今天有几首歌精明干练啊，替换过来了，你的记忆可以消失了哈。心理生病就喝酒，没有错。找个兄弟，找个可以理解你的人，喝一杯也不错啦。我爱你是很沉重3个字，不能轻易对别人说。那春丽姐姐，你有对伊姆拉妈妈说了吗？早就说了，不然怎么结婚嘛，对不对？就是我得了一种没有你会信。好啦，雅晨，我现在就把奖状颁给你啦，来，我私讯你啦。哦，真的是哦，不行啦，我还没有画上那个彩虹的标记呢。等我一下，雅晨，你不要冲动。这是可爱日常吗？谢谢哦。莉迪亚，伊拉塞。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Chips 的女王，为谁而唱？那个砰啪只是出在你心里走太久。薄荷，我们那个土味情话大赛已经结束了，你可以把手机收回来了。不管是在刘先还是陆先生那边，手机还给人家好不好？手机还给猫薄荷了，可以吗？哦，莉迪亚，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Chips 的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雨，看见太阳，剧烈的大地重复着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莉迪亚，幸福不在远方，开一扇窗，许下愿望。你会感受爱，感受恨，感受原谅，生命中不会只充满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彩虹泪光。
好，谢谢大家，真的是来自于 Lydia， 不是来自于 Lydia， 来自于一代 FYR 的 Lydia，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OK， 薄荷的手机在雅晨那里，好，该还人家了，好不好？朱莉姐姐说：“哦，私底下分享给蜘蛛吗？好哦，没有表面上那么冷静吗？其实我相信呢、对，我相信啊，我没有说什么，这句话我相信。好，谢谢，感谢 Lydia 本人本尊，好不好？对啊，因为资讯量爆炸，然后我觉得时代真的变得跟之前不一样的状况下，大家网络依赖真的也是没办法，就不管是工作还是说我们现在的可能这些新兴产业，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然后心理生病的人不得不说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仔细品歌词，感觉这首歌充满绿光。以前的歌现在来看有些温故知新的东西。牛妈你在听啊？没有，我没有说你坏话啊，我说春丽姐姐说的是，嘿，我们今天寿星要开心，嘿，说的是对，没有要凑，我相信她不是表面上那么冷静，对，因为她有某个星座在金牛，所以非常的好，我们下一首歌，对，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牛妈生日快乐，我什么都没有讲，我没有想表达什么。牛妈生日快乐，谢谢。好了，我们也随性的找一些歌来唱。好，没关系，不敢否认吗？好哦。好啦，今天好像还没有唱到日文歌曲，对吧？紧接着我们 B Stage 演唱会10月份要跟大家见面了，好期待哦！我可以做到谁呢？好，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好怀念哦。記憶などいらない永遠に眠りたいもうこのまま朝が来なくたっていいやいつも夢の中ではあなたは笑ってるどうしてね消えないの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give me anything きっといつまででも You're everything Still my everything 愛してるんだよ真夏に降った雪のようなそれは儚い奇跡なんだ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こんなに切なくて胸を締め付け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それでも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強さも優しさも知らないまま部屋の隅で泣いていた何も見えずに季節な
などいらない何も触れたくないもうあの花の名は忘れたっていいやだけど夢の中ではあなたは笑ってる今でもそうなんだ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give me anything ずっといつまででも You're everything I still waiting 愛しててもいい真冬に咲いた花のような今は儚い記憶でも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こんなに寂しくて涙が止まらない夜はなかったそれでもあなたに送りたいてた愛されていてねと包まれてた初めて笑えた夜を私のようにもしも願いが一つ叶うのならもう一度触れてほしい生まれてよかったと感じれたの先に照らされて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こんなに切なくて胸を締め付ける子供なかったそれでも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強さも優しさも知らずにいた目を閉じればすぐそこにあなたがいる今でもまた目を閉じればすぐそこにあなたがいる诶，是 Apple 过来了吗？啊 ，Apple 也大赛，我们欢迎可爱的 Apple 莅临到猪猪频道了，感觉很好吃的 Apple， 不是，Apple a day keep a data away， 至少我还会这句英文，好不好？谢谢 Apple 来到猪猪频道，很开心看到你，今天是很难得的乱乱唱歌会。我已经忙了好一段时间了，很难得有这个时间跟大家乱乱唱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是我们迷叶先生，好久没跟到台了啊！我们的车手3号迷叶先生，感谢你的莅临，好好听吗？谢谢 Apple 小姐，谢谢谢谢。等一下打个喷嚏。不好意思，早知道我应该关麦克风。对啊，这首歌掺杂着不是掺杂，应该说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回忆。因为去年我们在11月份线下现场 V Stage 演唱会有演出这首歌，
？Apple 吗？好，对不起，英文太烂了。是好吃的花生吗？来都来了，给你按赞。好了，来都来了，哥别这样，别这么勉强，来都来了。好了，猪猪的菜单目前有兔兔，没有吃，但是那个都是优质蛋白跟漂亮的维生素跟铁质，很棒，可以让我很健康很营养，对不对？怎么可能这么久还没人超越你当厕所3号？不可能的吧？米野，你要知道，要超越你们3位，要超越你们3位多难，你知道吗？好啦，在其他频道或许有机会找到，但是在本频道已经基本上不开车，还有办法引出3位车手，我只能说这真是缘分啊，你们知道吗？你们3个真的超越不了，你知道吗？在本频道，而且搞不好就是可能深夜台的主播的观众也没有你们玩的这么凶，我是认真的这样觉得。刚刚1点多我进来一下，总觉得错过很多八卦吗？有很多八卦吗？没有任何的八卦，反正不管你多久再回来，这只猪依旧是保持它的精明干练，知道没有？3幻神等级，车手3幻神，对，没有错，很重要，好不好？好，我们也随性来找找。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暑假嘛。那么暑假的部分，我们每一年的处暑都会开启冲绳民谣歌会。那冲绳民谣歌会今年刚好是在那只彩彩的生日，8月23号，然后那天又是鬼门开，你们知道吗？鬼才啊！彩彩他一定不知道，我觉得他一定不知道。错过，等一下，水灵宝贝不要讲出来。好，水灵宝贝，我觉得我们又有完美的精华了，是不是，宝贝？很像是那肯定的，非常可惜不好。前2天就连这个学姐也来留言说，猪猪你唱歌的时候真的很精明干练欸。然后我一开始就不疑有他说，是，谢谢学姐，我也这么觉得。然后那下一秒就不对，学姐你的意思是说我唱歌以外的时间都没有精明干练啊？我觉得我被揍。他们车手飙车没事，对，我就跟你讲，雅晨你实在是太老实了，你知道吗？他们车手都知道怎么规避 YT， 但是因为你太老实了，太单纯，反而被 YT 审核，你知道吗？这个就代表着有些那个法律是给懂法律的人在用的，你知道吗？懂吗？这同样的意思，知道吗？法律是给懂法律的人，在保护懂法律的人，知道吗？YT 你出来，靠别人挡你挡，你渴望吃兔兔吗？不是，没有这种东西。但是你若是要奥多拜奥托迪，咱即马你在 QR code 扫落去，若是在置顶连结点落去，随到有迄 QR code 朱迪卡天蓬娘娘奥托迪哦，不是我今晚不是刚生活有时间，不要这样。我们像，后来刚说我时间是的啦，真正是哦。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到店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客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壳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世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
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钓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是讲有后土地，就有后土地，真正无好笑，好无？好啦，工商服务时间过去啊，咱继续唱歌。我们工商服务时间过去了，如果有需要挡泥板的欢迎参与募资获得挡泥板，谢谢大家。怎么学姐说的没错？期待流出乱来。我跟你讲，我的知名概念，我跟你讲，我这次就投翻车奖，如果没有入围就可以证明我知名概念，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投，就什么奖项都没投，就只有投翻车奖。为什么？因为今年实在是太忙了，我其实根本不晓得有没有时间整理其他的企划书，你知道吗？对啊，但是我们翻车奖不需要企划书，投就对了，对不对？要是老娘真的有入围，我就认了，不然怎么办？无法略过的广告时间，无啊，都有人 QQ 的后土地啊，就说好啦，你若是问后土地来，那工商服务时间一个很顺呢，你们知道？好啦，感谢已经参与募资的大家。特别细点啊，咱进来唱歌我们再继续来唱歌一下。来，接下来呢，这首歌呢，之前翻车奖奥宇先生在这部分不需要对我这么有自信啦，好不好？这样多不好意思，对不对？我相信我一定不会入围的，我相信我一定没有机会入围，好不好？这么精明干练的我就投，我就相信我要让你们跌破眼镜，我绝对不会入围的，绝对不会。降り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肩濡らし歩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まで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人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だとしても心をまた移動がなつ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届け好遠ざかる通り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て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Us to us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我今天不看聊天室啊，我唱歌之前就看了一眼啊。总之，恭喜迷燕，恭喜迷燕要完成他的人生大事。你们板德要不要请投邮给啊？要
有一道菜什么头油鸡北拜啦，喝假啦吼，好吃呢，头油鸡。我妹对豆蔻在吗？是本频道的观众们、熟男们真是喜事连连呐，对不对？祝福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幸福，没有找到没关系，你的幸福可能还没有来。欢迎来这边找兄弟、找老公，和一夫一妻制不是骗人的，我的好小哦，刚问刚下都打哦。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だ色を放つさよならジュダス愛になれ Dust to dust いつかの弱さへ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足中足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牛吧你今天寿星就可以这样子吗？今天寿星就可以这样不讲武德吗？我就是不听劝，我就是唱歌的时候爱看聊天室，怎样？咬我啊？咬不到我哈！我就是唱歌的时候爱看聊天室，你们奈我何？怎样？车手都找到真爱这句话，对不起，我刚刚看到这句话，整个走心，完全破功，你知道吗？是，祝福大家，车手们找到了叶嫂，找到了我们自言自姐，我们春丽姐姐，我们姐妹一场，我真的非常开心。听着刚刚都有给啊，谢谢你们给予我这么怀念的下午，还得是你们呐！我天呐，我很爱我老婆，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知道。只是离开一下回来，为什么阿丽变成 A 妹吗？是这样子的，本频道的那个歌单基本上都非常的跳痛啦，所以不生气的话，基本上可以去翻找一下本频道的跳痛歌会。对，我们本频道的歌单太多元了，多元到就是可能你会那个痛到就是气到退订，你知道吗？可能上一秒钟没错 A 妹她在唱歌很好听，下一秒钟给你秒为 guitar， 然后再下一秒钟给你冲绳民谣，好不好？本频道秉持着跳动的歌单以及风格啊，但是还是非常多的熟男愿意跟循着居居这个跳动的风格，持续经营这条路，真的有你们真好，好确实哦，总比荧幕突然黑掉看不到聊天室。哎，对，我太多翻车经验了，想说这句话事实还是开玩笑？没有啊，什么东西是事实还是开玩笑？车手把车窗都摇下来啊，没办法，我们追不上他们的车速，就连车窗都看不到他们里面的人，好不好？对，我们本频道歌会只差英文歌了。他让你破功，我真的放的，谢谢春丽姐姐，好好教训他，说我拜托你，他们都好坏。主播唱歌很好听吗？谢谢安徒生先生，你写的童话故事也真的超赞的，谢谢你写的童话故事，让我们世界的小朋友都可以有很多很美妙的、很奇幻的童年吗？我以前超喜欢看安徒生童话跟格林童话的。长大之后，我才发现那一些蕴含着深深的一些很儿童不宜的东西，不只有色，其实那些是当时的民间故事所改编的。对，所以那些其实把它当成新闻纪事来看的话，其实是比较
比较贴切的，只是为了要迎合儿童的儿童像，所以才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安徒生童话以及格林童话。不然其实他们基本上其实是民间故事的收集家。对，长大后发现安徒生童话跟格林童话还蛮黑的，黑到不行。庆生的时候有啦，庆生的时候有 Happy Birthday 嘛，车手都找到真爱，这句话是不是认真？原来对，领走了。对，他们老婆刚有来呢，子妍姐姐跟春丽姐姐现在应该也在线上。对，谢谢他们把猪猪推荐给他们的枕边人，听说后来都美化很多，不过我觉得是要给小朋友看的都 OK 啦。对，如果硬生生的给小朋友看那些原版的，哇靠，小朋友的童年毁坏，贵人也遭奸。所以我想要偏天鹅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天鹅，没有错，它本来就是天鹅啊。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啊？是的，春丽姐姐在线上，春丽姐姐是伊木拉妈妈的鸟婆。对，谢谢他们今天来猪猪频道听歌。接下来刚刚有 cue 到女神不敢当，我觉得这一位才是我的女神。这位才是我的女神啊！慎重介绍，北沙屯妈祖，我的女神。哦耶！来，峰回路转，投币式卡拉 OK。情哦，踏出星星的脚步，情哦，你我有缘再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逆风，心中抱着一粒勇。山情又山体，虽然小雨，甲咱做人爱娘步。今日起予白沙屯妈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波浪，咱紧照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沙屯妈祖。女神 Bobby， 谢谢女神让我找到真爱吗？耶、谢谢子妍姐姐，你们都要好好的遇到真爱哟。踏出星星的脚步，情哦，你我有缘再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逆风，心中抱着一粒勇。山情又山体，虽然小雨，甲咱做人爱娘步。今日起予白沙屯妈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波浪，咱紧照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沙屯妈祖。
神，这个要跪着唱，你们知道吗？跪着唱。今日起予白沙屯妈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若上波浪，花莲金石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沙屯妈祖。我们的女神，我们的白沙屯妈祖，感谢她庇佑台湾的世人，我们这些庶民，真的感谢。而且我发现，哇，我们那一阵子，其实我疯狂的算是在制定白沙屯妈祖，所以我就是有放着我的那个3D 募资的宣传，然后跟着算是直播吧，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当香灯脚，超想当的，可是就忙到没办法去当。原来 Hiko 你也是香灯脚啊！起水泡对的例子，可是吃到饱是不是？跪着吃不顺不好唱吗？谢谢子妍姐姐，谢谢春丽姐姐，没事的，妹妹现在已经起来了。Praise me, I want to tell you, praise it me, I want hear your voice。至于女神要不要上钢弹，我觉得随缘了。我们女神搞不好不需要钢弹了，你们知道吗？白沙屯妈祖呢，是不是？時のことがまた響く間、博多の言葉胸に閉じ込めた色の色がにじみ始める、破れた世界の隅で何も求めずにただ抱き寄せる、今の僕にはそれしかできない、震え立つよがれてもプライドに見える、はぐれた子供のように最後の声さえも風がさまようせいで消された、月に手を向けたまま君は空の星に消えた、そばにいてと抱きしめてももう二度と聞こえない君の歌声は降り注いだ雨のサイレン、僕の代わりに今この空が泣き続ける、これまで踏みつけてきた教えを今かき集めこの胸にあってでも救い求め歌うような保有気に見える、物語る大人のように言葉に寄り添ったけの彼の愛と導きは
らない飾られた祈りでは明日の手がかりに触れないいつか君に届くはずの名もなき幼い詩が描くわがままを忘れたいよ一度だけ眠れぬ悲しみがその歌を抱きしめてる投げ捨てられた正しさなら消えることない間違いの方がいい奥歯に隠してた声を今この手でもう一度さらせばいい掴む希望咲く光の乾いた心のせいでモノクロに見えた忘れたいよ今日の景色をありふれた願いが足元を照らしてくれる哦，谢谢大家，太跳吗？刚刚好而已。本频道最喜欢把我们金曲歌王歌后送上钢弹。刚刚把我们粉红超跑的北沙屯妈祖，我们不要说送上钢弹，对，我们不要亵渎神明，我们看看他要不要上钢弹。对，如果想在钢弹驻驾的话，对，那真的是感谢妈祖。对，但是他如果只是经过赐福的话，也是很感谢。好不好？我们把钢弹请出来，就看妈祖要不要驻驾进去。如果肯驻驾，哦，太棒了，好不好？那感谢妈祖的赐福。好，我们这个钢弹充满了各种神威，好，独角兽是不是？我们就很喜欢玩这些梗啦，因为我本频道的歌单实在真的是太跳动了。因为我本身从小就是一个动漫宅，超宅的那种，然后又很爱画漫画，很爱看漫画、看动漫。然后又刚好生在一个台语家庭，所以我每天其实是听着台语歌跟纳卡西长大，非常跳透。但是到了考上交换学生的那一年，又刚好遇到了一个冲绳的姐妹，她疯狂推荐我冲绳民谣。为什么？她说哦，迪卡你的唱腔真的很适合冲绳民谣哦，够老派的。我的 fuck， 我那时候才大学生，她推荐我一堆演歌跟冲绳民谣，说哦，迪卡你的唱这。他不是讲台语啦。あ、めちゃくちゃ似合ってるよ。この、それなんだっけ、沖縄弁というか、めちゃくちゃ似合ってる。それはなんだっけ、それは、褒める言葉だよ。別にそれは褒める言葉だから、怒ってはないね。怒る必要もないね，迪卡ちゃん。没有啦，没有生气啦。我只是听了就说谢谢你齁。刚霞丽的推荐，感谢你的推荐，心里复杂，但是我还是唱了。我在那一年唱了非常多的冲绳民谣歌曲，也感谢我的朋友的推荐，对，以至于我的歌单非常的跳动，我的歌单跳到不行。除此之外，我小时候的女神，你们有谁吗？我小时候女神张惠妹，所以你们知道吗？华语、原住民、台语、冲绳民谣、日本动漫歌。涉略之深的，你知道吗？这些歌单已经充斥在本频道的歌回了。
所以变成说本频道的歌回里面常常会有很跳通的歌单。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很喜欢跟大家玩跳通歌回。在之前，对啊，这一阵子比较忙，是不是也该整理我们一系列新的跳通歌回了？对，又是钢弹，家里的模型被放满了 ，OK 啦 ，OK 的。我觉得每个男孩心中一定都要有几架钢弹，不，几架不够，上百架钢弹，好不好？春丽姐姐，你懂的。对，超喜欢这首歌，谢谢逸璇，我也是。这首歌超级难唱，可是它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你在说被钢弹塞满吗？笨吧，因为他认错哦，那太难认了，姐姐真的很难认，好不好？因为他最近都在帮他学长代工那些大胸脯，还会看着傻笑，把学长丢掉吗？这个毕竟代工基本上贴补家用啦，也是可以带子妍姐姐去吃个烛光晚餐嘛，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笑跟着笑吧，就这样子。超好听，谢谢医生。你看到那种香灯脚，请特休去啊！我其实真的还在考虑明年要去当香灯脚，我真的在考虑明年想当香灯脚，真的。如果今年很多事情都非常顺利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跟一下了，直接拿钢弹去过炉。不过现在有那个超时空又在，拿出钢弹可以，我实在是不敢亵渎神明。然后总比大学时代被学妹叫老师。我跟你们讲，我大学时代的绰号就叫做老师，因为他们觉得我心目中有一个老灵魂，他们觉得我讲话太像老师。我的学生时代讲话风格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朱蒂卡其实线上线下就是这样子，讲话风格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怎么这么客气，太客气了。所以我学生时代的绰号就叫做老师，然后唱的歌也特别适合老派的唱腔。说到底该开心还是该难过，你知道吗？简单来说，全能吗？没有，我的罩门在英文，不要叫我唱英文歌，我会哭给你看。是马克先生，伊拉塞，家里有小孩，没地方摆。好，春丽姐姐说的是，春丽姐姐说的都对。家里没空间是玩 SD 钢弹吗？小小的也很可爱啊，小小的一起走。希望就是明年有时间腾出来，但是我先把今年很多的事情先把它完整化，尤其是今年我们最重要的台语专辑募资，这真正有够重要，你敢知？听到这个那卡西的 BGM， 你就知道咱工商户时间搁要到咯。这边的工商户就是台语的调味的专辑，真的最重要的。今年的大计划，如果真的可以顺顺利利的话，我明年真的要好好的去走一轮，当个香灯脚，好不好？真的，我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对，那我们这边的团队们、成员们，真的大家都很辛苦。那猪猪能够做的，就是出几个嘴，尽量的宣传，让大家知道，更多人的人知道说猪猪在推广的东西。对我而言，台语是我怀乡的一个方式，是我把我的儿时记忆拾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年的台语专辑，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让它产出。也感谢已经投入这张专辑专案的大家，还有正在存钱想要投入专案的大家。没有傻笑，而且刚才明明不好认，露馅儿不好认啊！少讲一个字是老司机。所以今年度很多的东西，如果都可以顺顺利利的话，我觉得明年真的要去走一遭了。对，但是也是要看猪猪有没有这个时间。你可能也要来你这边上香了吗？真的吗？武谦老师可以啊，但是武谦老师，神明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吗？神明有说什么事情吗？是要该去上香了吗？是我们之后真的会顺顺利利吗？可以啊，老师没有问题的。该上香，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就去上个香。武谦老师那边是哪里呀？武谦老师，你在给我地址？嘿，然后。嘿，马克先生，谢谢你过来，最后一刻了，也谢谢你们陪我留到最后。今天我们歌会大概就到这里。哪里好认呢？超级不好认的子妍姐姐，我根本就为什么男生们都有办法认出来？可能就跟我们女生今天去烫个头发，老公，我今天花了这个8000块，这个发型好看吗？
啊，不是跟之前那个烫的那个7000块的那个一模一样？哪里一样？我觉得颜色比较亮，哪里有没有一模一样啊？你根本就是不爱我，明明就不一样，嘿之类的这种感觉，知道吗？所以8000块的钢弹可以啦，你们就不要嫌我们女生烫个头发、染个头发7000块，好不好？都一样哦。哦，因为长相吗？20岁就长这样子吗？没有啊，我觉得春丽姐姐很漂亮啊。春丽姐姐怎么了吗？哦，咱的阿吹来了，咱的阿吹在12班的套组吹落去咧，阿吹雅雀来了，咱婆家吹落，来吧唧吧唧吧唧。我们阿吹，谢谢你解锁了我们这次专案的嘎叽钓鱼套组，12班真正吹落去了，谢谢阿吹，谢谢，好感谢哦，好感动，好感动，谢谢你们啊！台语的推广虽然说不容易，但是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你们都看着我，陪着我，跟着我。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只要250块，真的就可以成为我们此专案的文化推手了。谢谢你们大家。阿吹刚下你真正吹落去哦，超感动的，我的天哪！阿吹啊，要是你成为本专案最高的这个金额的推手，我们真的会把你请去我们的录音室录制我们的金曲专辑的合音哦，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很好认，我看不出来嘛，我真的看不出来钢蛋呢。就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吗？我觉得春丽姐姐超漂亮的，子妍姐姐也超漂亮，是不是？明夜叫你老婆来，快点来闪杀我们好不好？凯凯辛苦了，我只咖啡三吗？谢谢长官啊，咱小度会掉啦，你的超度手指虎给我传我喝水，知不？小老婆不看台嘛，那也没办法，没有关系，不勉强。哎，我们薄荷也认不出来耶，你看这个女孩们的口红。好，不得不说，口红的色号我也认不太出来。姐姐说你头发小呆瓜很可爱啊，小喵喵剪小呆瓜感觉应该超可爱的。是777一口，这点笨宝贝，他马上就可以看出你的头发，果然是情场浪子，是不是？好，然后祝主播募资成功吗？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今天的老婆们，谢谢各位老公的老公们，我会继续努力的。今天真是美好的一个下午，然后今天也看到了好多新朋友，谢谢你们。我是迪卡屯主机，我是迪卡屯主机，只开中下午台，然后晚上不开台，假日见红就收。最台的这只猪猪，欢迎你们！如果在平常日的时候，如果刚好想听台语歌，或者想找人聊天，猪猪在的话，都可以过来跟猪猪打声招呼哦。然后小各位，谢谢你们。那我们来讲一下降落的地点。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我们来找降落的地点，顺便等一下猪猪今天要吃什么呢？然后更感谢今天彩绘聊天室的你们大家，还有被就是妮妮总裁的绿化聊天室的汇集杂到的大家，谢谢你们。巴拉巴巴巴，谢谢你带来这么多美好的歌曲吗？别这么说，春丽姐姐，我才要谢谢伊姆拉上很照顾猪猪的频道，她真的超棒的，你知道吗？春丽姐姐一定知道的。我现在选老婆，不是选降落的地点，你们等我一下。我们来选，我要选。好，我们选好了。然后最后啊，你们等我一下，我想给你们看个东西。先大瓦子雷哦，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了，谢谢你们陪猪猪陪猪猪一整个下午，然后感觉真的很久没有这样子轻松愉快的跟大家唱歌了。等我一下，我给你们看。好，最后呢，这张照片要致敬我的兄弟们，以及绿友美边流妈迪燕，布拉布拉布拉。虽然说很多的一些美术风格我追不上你，然后还常常让你吐血，但是呢，
谢谢牛妈，感谢牛妈，你今天生日真的要开开心心的，知道吗？然后这件外套呢，也致敬已经购买我们精明干练的这件联名外套的大家，我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跟你们一起穿着相爱相杀，有机会哦，有机会哦。这个闷骚不少坏蛋，我自咖喱萨吗？谢谢你们，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大额的、小额的，对于频道的支持，对啊，都谢谢你们，有你们才有猪猪哦。我们要一起走好久好久的路，知道吗？但是我今年要先把台语专辑生出来，一定要，一定要，因为原创歌曲再不生出来，其实我也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了。所以就算再困难，我还是会努力到最后一刻的。大家都是超，谢谢牛妈，这张照片就致敬牛妈为频道带来的照顾，然后还有就是谢谢各方面的支持，然后你们都超赞的，牛妈生日快乐！我是咖喱三娃，那我要切片尾咯。それでは間もなく常連さんの歌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好，我们水灵宝贝在宣传，对，7月20号下午5点到6点半，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吗？对，对，猪猪跟多洛前辈有线下活动，而且线下活动当天还有配有很专业的主持人，还有一些活动哎，哇，厂商真的超有心的啦，真的感谢桃园县政府不嫌弃这只非常老派、非常本土的猪猪，谢谢你们！不嫌弃的话，可以过去免费参加我们的互动活动哦，好不好？没有关系。好，粉随推这个锅我帮你背，水灵宝贝，腿比例好棒吗？真羡慕。没事的，那个不过就是鞋子穿高一点就好了，姐姐。那天疯狂垫高10公分，你知道？谢谢你们大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就礼拜日不一定会开台啦，因为是动漫大展。那动漫大展如果我那边真的方便的话就会开，但是不开的话，我们就是动漫大展桃园的线上的舞台主舞台见咯，好不好？谢谢你们，那我们要降落到角莲那边去咯。谢谢大家。